今時今日，可持續時尚發展得咁快，創新技術其實由揀原材料、製造設計，去到處理剩餘產品，每一個環節都發揮緊關鍵作用。喺製造同設計方面，企業會採用智能系統，推行智能製造，實現低碳生產。而家等我哋一齊睇睇以下嘅企業應用咗啲咩解決方案。我哋北江紡織咧係一間牛仔布生產設計同生產商嚟嘅。咁我哋工廠咧喺中國啦同埋越南咧都有廠房。我哋最主要咧同一啲核心客戶，包括歐洲、日本、美國等最大嘅品牌咧，能夠做一個叫持續發展、更加環保方式嚟做。我哋用晒所有嘅數碼生產模式，代表咗我哋傳統做牛仔嘅技術。咁我哋 Digital Fashion 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將所有嘢數碼化。例如喺我哋個面料裏邊嘅特徵，例如係物理指標啦，我哋斜紋嘅風格啦，我哋嘅手感啦，唔同嘅工藝技巧咧，全部數據化去，再用印刷技術，好精準地咧將佢要求嘅款式同埋個洗水同埋嗰個每一個細節度咧印咗上去。但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持續發展，大大減輕用水量。chemical 碳排放。首先第一，我哋冇用好大量嘅水嚟染隻紗，亦都製衣廠洗水 laundry 冇用咗好大量水嚟洗甩佢。咁即係意味住我哋喺用水量裏邊咧大幅減低90%碳排放、電力嘅運用、蒸汽嘅運用，甚至溫度等所有嘢啦。喺呢個生產模式咧大幅度減低咧65%。傳統牛仔用大量嘅 chemical， 我哋用緊一個叫印刷技術，所以形成到我哋對化學品嘅一個用量咧大幅減低40%。我哋污水嘅節能啦，我哋污水嘅處理啦，排出去外邊個環境嗰度咧，就用納米技術或者係蒸化技術等啦，嚟將我哋用嘅水咧重新去再 filter、再蒸濾，而家我哋能夠回用翻65%嘅用水量。所以我哋都好快速地已經做咗個決定性，就係投入資金、投入資源、投入時間，盡快去將呢樣嘢咧形成一個叫做市場推廣落地，將一件產品咧唔好用得太多地球嘅資源。呢啲都係一啲我哋致力努力去做緊一啲優化嘅工作同埋技術嘅改善喺度。